老雨偏喝了，娘却回了家，小囡囡，我不要把花回来烦死了。阿娘家的回家吃完了，回家吃完了。弟弟，不要弟弟，不要弟弟，弟弟，我要找弟弟。岁数好地方
钟离月虚，更有着开海棠，家我偏乡。三顾家门他与你，我心常担欲望逃，至今为官三归去，于是谈得欲用了，朝廷从头须检调，百姓期盼更为要，兄亲看到连为本，为民请命我自劳，须为这千古风流豪迈子，归去来，一曲清风迎回响。大人，你看进城了。老夫人的婚船只怕是要到了。蓝玉，你我下马等候。大将听了，贵姬都尉府有令，迎接新太岁到任，言人为别。见阎喽！进去啊！回去！是你什么时候放啊？是啊！帝王，新太守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放营。哎，这回去！雨下要冷掉的呀！大帝王，回去！喂，哎，你耳朵聋了？几年了，不能过去。大嫂，我爷爷病重，要请朕来抓牙，不能过去。大嫂，求你放我过去吧。喂，去！哎，走！哎呀，去爷！我去！去爷！哎，去！请大人，怎么外不请到？大嫂，我要请朕替爷抓牙。滚他走！是慢。请问这位是都尉府的总管？哦，这位总管，小姑娘抓牙举人，还是快让她走吧。你是哪里来的？今朝是新太守到任之际，实不请到会议，稍有损失，才这飞笑。难道为了一个太岁新生，连百姓的命都不管了吗？嘿嘿，你这个人老少蛮多，少管行子，去！大嫂，快回去！滚出来！哎，走！回去！就等这个牙齿救命啊！你们没什么样的还要不好，救驾啊！救驾！快救驾！你又是你滚倒了！
今朝绝不放过你！来人，有抓起来！是。走，你们都为他人道。怎么回事？大人，这个调度少论出去，竟然乱黑就家。哎，王章在哪里？你觉得什么家？哎，你们有眼不识君啊！他是王章在他旗下，许着万岁，压下去慢。袖手万岁的，正是你们。他。请君俯下身来仔细瞧，苦看见姑姑同见满地跑，一妹妹俱都是光武同胞，上珠玉光灿灿显得甚好。见到所恼，大人，先帝是说管家为何不抓到，一股股金冠旁边人眼瞧。今年一本罪，如今无气不逃。哎呀，先帝呀，他们成天成两当年胡万岁，被儿所当场，我就家来自在木那门。去家，哎，我来救，哎，来，大家快去家。是。启禀他们，新开设的官员到了。来了，七三月岁，长江断桥，虽不是家乡，一半扬长桥，断桥三半好。来，你得恭迎太岁。是。再靠边。
老夫人，请问刘大人啊，老身是刘聪的母亲，刘聪他骑马西来了，西来了。哦，恭迎老夫人，多谢孙大人。老夫人啊，我是中国毕信杰。老身眼力不好，失礼了。老夫人多小心。老夫人啊，这位才是都尉府的三大将军。孙将军。多谢孙大人。母亲，孩儿在此恭问母亲。聪儿啦，你们先到啦。我们到了，已经不死母亲一路辛苦了。请问阁下的在下就是新任归籍太守刘聪。迎接太师。大人，正好拜见刘太守。快拜见刘太守，拜见刘太守。诸位亲戚，怎么回事？贵姬夏日国员怎么不到这里迎合？不，是下官劝告他们不要来接地。才下使者未能确保太岁安全，没有那么严重。下官骑马协营，为不进城，正好图一个视察，有劳都尉援引了。刘大人一路劳等，请上轿进城。请。刘大人啊，正照朝廷懿旨，在你上任前，归集军与我们都尉府三大将军暂未在关。听闻大人上任，沈将军满心期盼，特意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快，东明所下，西人问安了。新太守到上，这都红日高升，贵气万民欢腾。当日无事，都尉府与前务迎宾馆19接风，一日卯日起，贵气数十个员，西而于阳山楼、八仙楼、望海楼、钟鼓楼、朝阳楼、七星楼、审查所9夜迎接太守。外界张灯结彩，得得唱戏，与民同乐，七天七夜。接下来，沈将军带动刘大人加令个月，使他名色大传，既要名声顾及，靠他体育文化，品尝名优特产，留下珍贵墨宝，下得重要。是，接下来请太守飞为太守府，有金无水子，官法通令，衙门要员，上位一道，国民基本体，国一老一少，国相等待的语。这是上的清上回去。先生过。这本文教去太岁生要变死了，不是你大人好了，听得我一面前惊心出毛，这几内排长太湖遭殃，出来查到红今朝满门所见，一改面了与本安到此不要，请你为好，有你难我是为登门讨亲。
喜与良辰，开荒殿真不善，叫那钱粮多几倍，看起来生草又能有，与我这不过结婚何必比肩啊陪，生不为一片诚意我品味，出场人更不能劳民伤财，白劳你出去万数千百年，且待我追马放山与哦，他们现在就去广场。是啊，母亲来语，就请你们先到官衙休息，还在沈将军查访一番就我。哎，好，你连伴奏四个清明廉洁的好太守，凌晨怎么？此次我将陪同太守，将归集的深山严恨一路细细查访。此次有劳沈将军，刘太守去。请老夫人啊，老张人，老张人，老张人，我们几次进城要去见新任的太守，总是见不到。今天只怕又是白跑一趟啊！那些官家也等我们走投无路。不管怎样，我们要想办法见见新上任的刘太守。哎，听说刘太守上任1年来为官清正，专做好事，不与那些贪官污吏纠越来哇！这是官家也多次传话下来，禁止我们江道村的百姓进城啊！他凭什么？到底谁是强盗？爷爷，去过。爷爷，你的病刚好，怎么老是偷偷跑出去呀？小孙女啊，今天是清明，爷爷未曾啊去祭奠祖宗啊。未曾，我也要去，我要回去看看老屋门前那棵牛栏树是不是长高啦。小孙女啊，我们的老屋早被拆了，田地也被毁了，哪里还有什么牛栏子哟？我要去嘛！哎呀，去！进山去嘛！蓝云，先在山之下歇一会吧。快！走！歇一会吧。好。这个地方清静的出奇。哎，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人，可以叫你大人了吧？叫大人。
没有人啊，你就叫我老公。又不是在家里，我是女扮男装，被你出来并不释放的，你不要随口一叫，入了隐藏。哈哈哈哈哈！别人家派水出来都是保镖随从，至于我啊，出门跟一个老婆娘。怎么？你是我意？我还不想出来抛头露面呢。要不是你这个人啊，经常往东往西，连万千个没有，水喝了没有，都往过进瓜。哈哈哈！老伯伯在家实在不放心，只好将我这个媳妇搬做随从，更东更西端茶送水，我要做军帮。哈哈哈哈哈！帮你做事还是免费的，一个重点都没有。唉，老娘你呀，省了一份随从的工钱，拿去。哈哈，谁叫吕聪生来好福气，摊上一个双老能管的老婆呢？哈哈哈！来！哎呀，好啦，谁叫你这么忙？我要是不帮你一把，心里更不放心了。那，你看，来到贵气才1年多，是啦，哎呀，你就我说一回。怎么心疼啊？累死你！不过那都尉生草也是出力不少啊。看起来沈志伟真是个关联之才。怎么你也觉得他是个关联之才？你不是当中常夸他的吗？那你也觉得呢？沈草这个人待人毕恭毕敬，凡事灵应别从。不过我看他越是言声有理，越言有词，不知哪里有些不对头。都是贵气有个能管的沈都尉，推官3年，上交朝廷的赋税去多了1倍，整洁比容。但细细观察，我心里却有心一喷。你讲与我听听。夫人，那沈草号称天天他开坑，因此让上交赋税对son正，无差子千人马阵早坑慌着，督报的证据无疑。沈草上任得官只有3年，莫非新改造的眼睛马上谁能与收成？我有风话，大可是一方属于陈太平，为什么只需期待与有名？哪里愿一直气死引出跑情妇好，谁迷成风？夫人，你注意到了吗？有同事一帮后一
南山的百姓在关押间是有冤屈要诉，等我问声，又经他们之事，恰也不见。这么巧，几次刑罚都不能解，是有些奇怪。待我又顺着调查田内诸神，那圣朝总是推山诸神，便是他今日中，预计这是在临路，我快自在见到。于是乎，太岁他人只好望着上下，并不释放，推的才能是我在负神也。走！哎，你们这些人不在江道城里待着，跑出来干什么？郡老爷，今天是清明，总得让我们围城去祭祭先神吧。是啊，哎，又是你！清明祭烈，这怕不是吧？是不是又想偷偷去见那个新来的太守？这老人，哎，你怎么不听劝？不是告诉你了吗？新来的太守公繁忙，用不得你们老去太师府门口闹事当道。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太守？是做着心虚吗？是不羞臊！你不要经久不缺，切勿去啊！回去回到江道城里，不许出来！你们欺人太甚！我们这把年纪为做强盗吗？燕京城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家，你说是啊，小江道配。我不是江道配，你们才是江道配，江道配，叫来抓去！哎呀，老爷，军爷你不能上车呀，军爷！你不能上车！不吃，吃不酒，拿来！什么啊？你们钱的费啊？这要多少？你们欠了人丁三桥专税，外加延期拖欠费，起码得1官。徐老爷哪里去找1官？我们这些穷老头子连几文钱都没有啊！没有？好，那就等催够了钱再来说他。老爷，我求求你，什么？什么啊？你是哪路神仙蹦了出来？我啊，郡老爷听了。才下山东乱家，阴雨匆匆为情伤。闻听太岁是老乡，得到贵的炮弹棒，常言道护为贵，能帮人吃吃香啊帮，这老老少少想回家，为我君也没商量。你真的是太岁老乡？郡老爷，小孩子说话总是不当真的，你不要计较。与你咋想过了？还是放了他吧。接着。哈哈，天上掉下个女娃家，出水倒是蛮大方，又是太岁的老乡啊！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放了这个小东西。来啊，放！去过啊！你上次行政没呀，就是这位大嫂和大哥帮我的呀。
我们全家的腿。不要，快起来呀！走开，走开！老东西，今天带你可去了，我去，我到江道城里，不许出来！走，我去，不许出来！请老爷，我去，请老爷。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只能待在山里呀？江半月，你说女太岁是老乡，哎，那你刘太岁可认识的呀？他是个当大官的，我只不过是个小老百姓，把官子啊了不着。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我们省督委下的令。生草，哎，你这个了不着的，是帮不了忙的。军爷，你们这样对老百姓，那刘太岁知道了，会不会挂在省督委呀？哎呀，只要这批刁民见不到刘太岁，这刘太岁是绝对不会知道的。好，只要他们见不到太岁，那刘太岁就什么都不知道。那当然了，来，王爷，我说你呀，对这批刁民也不要太好心了。你们做生意的不会懂的，做官的都有诀窍。好，做官不用手，可坚决两手抓，上得线，下手压，对上碰，对下压。上司来了，说的话，百姓头上分抓。看看前日马周太岁到规矩，哎，不去巴结上司，买的修什么监务，开垦什么盐田，落得一个村庄不比的下场，这可是见错之奸。好。原来是此啊，本来是此嘛。那要下雨了，阿江八月，天色不早了，你们还是快点得船回城里去吧。啊，那你们呢？嘿嘿，我们啊，这到永乐村吃老酒去，想想嘛真开心。真他妈小生人，老子心塞，踏平平无忧无虑。喂，算家，归去扶着我去吗？哦，去啊！多少钱？客官呐，12文。这里原到银尊乡来10文，怎么涨了2文？客官呐，今日交船费涨了，都说是官府要向京城送塔礼。老人家，唉，这几年啊，苦卷的事太多了，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这船见是不能不涨啊。兰玉，哎呀，刚才这知道帮衬，省长只剩下10文了。算家还差2文，回去再补给你吧。委屈我到谁去啊？哎，算家，算家，你手上有没有啊？我倒不信省地位找不着2文钱。哈哈，有了1文钱，还差1文米。哎呀，你们俩到底熟不熟？我要开了啊！哎，算家，你商量算家，1文钱。为你1文钱，却是长下杜莫边。太岁为少1文钱，夜深风寒困江
求一文钱，苦里手下疲惫，当官团得一文钱，不见天亮，这见很钱。这婆婆同犯一文钱，你是救命草，又是开手链。今天祝你长青天，明天送你下老监。你要珍惜一文钱，莫贪一文钱哟，好一文钱管好一文钱，盼他心你的夫人多跟前。我哪怕身边找不到一文钱。你先回去吧。那你呢？我要上山去江道城传布举荐。上山？怎么会在天这么大的雨？回去晚了，老夫人会担心的。蓝玉，我们不是总找不到那些要接我们的百姓吗？今晚夜黑一见，那帮当兵的不为顶上，不正是股好气味吗？对，我和你一起去。谢夫人。客官，快上船吧！管家，你开船吧，我们过去了。天黑雨大，你们万事快为成吧！老人家，谢谢你了，我们外遇死不知了。你重情莫必有去相称安置他方。红儿、兰玉，你们怎么晚不回来呀？有情
为了将盐滩改造为良田，马太岁大大鼓励百姓耕种，千辛万苦建起了一个盐田城啊！甚至一个视此为民朝福的马太岁不知何故，在功臣之人含冤被杀。那个太人太守圣朝派官兵将抓了盐田城，把我们关进了深山，外关在这个
我强盗城呐！明明是管家抢了我们的车，抢了我们的爹，反正我们是强盗，反正我们是强盗，逼得我们3年来无家可归，无路可走啊！正好这位太守少年负债大增，百姓不得生计，又无处申诉。大人，听着朝廷外屡屡报将升都尉，肯定是码通了朝中什么大功，他们欺天欺地，欺不了百姓的心呐！清水两片，深水如水，家暴贞洁，害苦百姓，他营中会团人前，一番向他臣。大人，我们往暗中团练，明晚都尉府常以中斗财宝的17岁船长，就要进京迎会，这就是不争呐！大人，可不能让他得逞啊！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官为归计。好，老人家，你们放心，大家请回吧。你们这去走了啊？哎呀，连口水都没有喝呀！老人家，听了你们的冤情，刘聪心中有愧，真是官府所为，害你们受苦受穷。但替你们解决了冤情，阖家欢庆之事，我再上门来讨谁？哼！
一回必能及时来团望，儿你们独真心啊与悲伤。都安排好了吗？京城的事都搞定了，只要这次趁节日送上节菜，两级国就全亲一日定为鼎力相帮。今晚的大小村怎能正日起航吗？大人放心，一切按计划进行。刘聪，请来了吗？规矩太岁刘大人到。我办事，你放心。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见中国，夸夸有趣，有趣。京城里欢和贵美气，他特技将计就计，飞飞飞，山峰山宽雷冲，一树好气。
你只管放心去吧。哈哈哈哈哈！请。绝望自己千悲伤，悲山相谈情千里。哈哈哈哈哈！好一个酒翁自己千悲伤，北战相谈情结力。好，那刘聪就先进将军也大悲，太岁进军岂能不应？请大圣请。雷大圣请，一盏盏饮酒饮得尽，今晚我杀不醉，他不会醒。就非很不可啊！这是贵姬节目上娘老的上等成就。
哦，贵极的成就，名声哈哈，岂能不应？只是怎么晚读了些红叶凤酒啊？好酒岂能无佳人？本品陈老，本品陈，好一个本品陈老，本品陈！此次沈将军，请。沈将军，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问题，请讲。沈将军，贵极佳娘陈红衣，想问你，天下之人都闻名，都问哪里？
君圣迹，岂能不贼？你走开！你忘了家中还有事。嗨，家中有天大的事，沈将军的圣迹也不能不灵呐。哎呀，何惧还要这些要紧之配嘛？大人，好厉害的跟班这是我娘舅的外孙的大的，专门派来关我的，美酒家人追忆出事，一旦下水，准报长虹。哎，来玉，你怎么又跑过来了？来，我们下去喝酒啊！不要喝，这次一起喝。将军，快我们大人已经打醉，我们要回去了。哎，今日是某岁辰，我要与他人品酒，他人不回去了。哦，既是将军寿辰，好，那蓝云陪他人敬礼3杯。好，敬得好，是该敬。沈将军，你要喝。来，倒去。沈将军，关切宽待，曾经为蓝雨敬酒，你莫知深深刻意须听自我，何妨一醉。沈将军怎么样？你刚才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他人幸福一年，今日何妨放浪迎合？你看这些年轻女子，都是沈朝特意为他人挑来的。沈将军，你是要拉我下水呀？哎，这下子又有何妨啊？跟你们死吃体贴，看我家大人不负小人。会长，你们这些女子，要是时候不追到，刘大人看不到你们，我就当着你们的腿痛。是嘞，今生我实不怜香惜玉，这些似花似玉的小女子，反倒要遭殃了。好，那就喝。大人，你不能再恨呐！哎呀，大人，你管这户老爷的名字，你不要命了！老爷，我今日偏要和他个命的他罪来报酒。起大人的事来了，不是我管大人，我是为你们在想我啊，为我们在想。是啊，还是他身为小脸小民工，瞒着你是我娘亲讨报他，爹地尊老生看教育不承担。哎呀，37岁马上就走嘛！我与你还在家中尽发权，我懂事后再
父亲常出面，顶准上门来纠缠。杀奸就在是你难岂能怕羞？岂能怕羞？情会转，那是今一场毛的活，平平常常，平平常常不能乱，只怕是欢欢喜喜情才难，到回来不欢三世长难。哎呀死啊！我那气色，兄是兄的呀，不讲道理，不结蛮缠。不过在将军府中，我怕他做啥？让他来，让他闹。我还要大人，你不能走，你家中还有事啊！糟了，他这种也太逆了，你说怎么判？大人，吕大人哎，沈大人，他真的贼了。来玉，那就让老爷站在这里，不要委屈了。不，你们要送他回去。要不说老夫人犯罪成病，少夫人死会到此，我可管不了。好吧，来，将太岁升为副体。是，大人，我们回去了。哎，我们有罪，我还要喝。我们有罪，我还要喝，哈哈哈哈！好酒恭喜啊，升将军！好酒，哈哈哈哈！大人，难道你也醉了？你们怎么能放他回去？啥根基？我长了这么多心意，为这吗？今晚这个刘聪是宣不过来了。来，我们去准备准备，去哪个？智商低了不是？去刘府啊？去刘府？对，带上金银财宝，深深马劳。刘聪今晚喝成这个样子，这里他糊里糊涂的就走了。只要手下不怕他，不是我们的同仇。大人高，哈哈哈哈哈哈哈！夫人，你又在伤心啦？这牛排你说越宽也宽，宽了就落来。老夫人眼睛要可外的，老爷吩咐我们要关着你，喏，这明目的汤呀，你每天都要按时服用。老夫人，老爷夫人回来了吗？夫人回来了。老爷说有丫鬟要盘，连夜就去了。夫人说，自古有神灯们焚起老爷，一定要说老爷聚才家歇歇。夫人晚上老爷吩咐过，今夜一定要开神灯门，就请老夫人好好宽待一番。都为孙大人登门叩见呀！快有请。
老夫先生，请他曾进来。孙大人去。老夫人，莫将声朝前来拜遇孙将军，请。孙将军，这么晚前来我家与我归馆呐？哦，我是来看看刘大人，他就会可晚安他去。我和就在家歇歇。那么将正好来拜见老夫人。奇怪，老夫人，这是我特地孝敬你的千年神参，是刚从高丽带来的。哎呀，如此厚礼，岂能随？老夫人不必客气。孙将军，沈草从小失去双亲，那人一见老夫人慈眉纯目，心中就有亲切之意，总想前来拜望。是啊，老夫人，孙大人平日中讲，刘太守啊，尽享天伦之乐，真是福气。听说老夫人晚时常亲手替刘太守梳头呢。是啊，孩子在堂也是娘的心头肉。别看刘聪当了太守，这梳头总是我来动手，30多年了，吃惯了。可惜沈草从未想过自主夫妻呀。听将军之言，莫非是从小失去双亲？来，坐下身，请。大人，你还有事？难得来看老夫人，你先去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老夫人在下先告退了，去吧。孙将军，请用茶。请。老夫人啊，可叹沈草生来命运不济，从小被亲人遗弃，在马帮里长大，颠沛流离，从未尝过父母无爱的滋味呀。怎么，你是在马帮长大？孙将军，你也不要太难过，人生总有不如意的事。别看我们和家多远，其实也有伤痛啊。我一个儿子134对了，到现在音信渐无。6个儿子对了？是啊，很多年了。我实在是夜夜想，以泪洗面，哭得眼睛都快困不见了。老夫人，对在哪里？我帮你去寻，帮你去找。山东梅病。梅病？那一年我丈夫出外谋生，我带着2个孩子参加，谁知本着起兵造反，烧杀了枪。我带着孩子从梅病家中逃出，中途刘聪得病，我只得将1岁的小孩刘勇放在破庙之内，带着刘聪去看病。谁知等我回来，勇儿他再也找不着了。我发疯一样的到处问，天上有一群马帮再次经过，听到哭声，谁把他带走了。老夫人，喝口水。
老夫人，你那孩子身上可有信不？吕家祖传玉佩，一块在他身上，一块在我这里。那玉佩背后可是一个佛字，旁边可有一团花。你怎么会知道？老夫人，你那孩子是不是身着素色麻衣，裤子上绣有粉色花纹？你怎么会知道的这样清楚？29年前，就在梅滨的破庙里，一个才1岁的孩子被丢在那里，无人照看。他有人有我，哭个不停。正好一群马帮经过，为谁的可孩子太可怜，就带走了他。那后来你马帮的身家无上无罪，可怜这孩子在马背上颠沛流离，陪当啊，陪走啊。直到有一天，他离开了凶绝的棍地，逃了出去，一个人流浪。后来他当了兵，不管日子多穷多苦，他也不肯卖掉母亲留下的那块玉佩。找到母亲，问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丢弃不管。你死，我就是那个孩子。母亲，我的亲30年苦几番，以为无望。今日里一身穷，终到上。儿不少规矩，娘心来操。是炮灰常使我终身心痛那自己你兄长尊名声滚烫，慌乱中我难以觉着无人帮，我只有背上来从心两方，难见过枪炮中的小儿郎，用儿哭我回头望，从儿哭
我心头慌，走也难来，游也难。狠狠心，我把娇儿放一放，才知道回来心儿不见。太公心回团长啊，30年，这遗憾此刻不能忘，30年啊，娘来怨，为什么生儿不把儿来养？今日里见娘方知娘很苦中，才知娘苦苦把儿挂心肠，记得今日从梦青春远，从今日永不分离，我也愁伤。今日能因我而重聚，也算是死也瞑目了。母亲，对了，此次是来刘冲太岁是我的兄长了。是啊，是啊。去，好去了。你走走，我去把你兄长叫出来。你兄长他也想你想的好苦啊！啊，你兄长他不在家？哎，他不是就在回家了吗？连夜他要安去了。什么？太安去了？是啊，儿啊，你走走，我去把你嫂嫂叫出来。太安去了，太安去了。去马的了，哎呀！
曾将军，我知道你为跟来我家的。刘大人，你不是喝醉了吗？是你想让我走，可惜吕聪妖魔不喝，要喝起来却也是黑了。你早醉，我才不在，是我特生，是我好让你放心地跟到这里来，害我正好去看看你那一日山川的金银财宝。一日山川呐，深藏那可都是贵气的民脂民膏啊！好你个调虎离山！对不起，坏了你的清水头枪，好厉害的太守，好团心的都尉。上天有好生之德，圣洁难用团夫之官，得到仁慈，岂饶人？皇王告诫，立法生也。哼，哼，还好啊，是还好，夫都不是子，何况生着子气啊！聪儿，你回来啦！母亲，孩儿回来了。来，夫人，那13条船全都扣下了。好，你的夫人，沈大人，我却是太岁夫人蓝玉。你们，哎呀，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哦，聪儿，来，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们10夜思念的亲人找到了，生的的确2块牛排。弟弟在哪里呀？就呀，是啊，孙超就是你10夜思念的亲弟弟。30年了，他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老天呐，我们终于团聚了！兄长，我也一直在找寻着你们。老天保佑，这么巧，来到府中见老夫人，幡然起来前因何故一月混合，这莫非是苍天除毛啊！弥补这30年的思念之痛，儿啊，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娘，母亲，娘今日太高兴了，这一辈子的一婚一规矩，今日终于弥补了。娘亲，弟，真是太多了，母亲，身体。
宽情，有谁知生草尽是走起团前才把心，他才犯不起。欲把生命难还原，母亲能一时提不来寻情。忙算尽老娘亲，泪眼模糊，父儿亲情深情深聪儿，今日团圆之喜，你为何闷闷不乐，默默无声？母亲，只因孩儿方才盘问一个他有才同喜。什么他哦？贵姬的美血过用，为了他出政绩，将延年城百姓早已开垦的良地，荒保着新修水利新政之地，母亲心定耕种，加派增税赋税，使的百姓加倍关进身上。他们失去户口来源，要有赋税却万不进，百姓高涨，却被官役禁忌，变得那些走退俘虏的只好去当了强盗。好狠心的官员呐，更有神责，苦恼苦恨团难成，欺上瞒下无乱云，督报坑荒落万门，是否当兵群叛民，要有富帅的家政，了眼风光，不把心。什么？魏启群这几年来的征税都是假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为增进县治才能迎来了朝廷赞声，我以为上下国民送民结会都成风，为富贵中报是那宽不息，好也望真老百姓呐，谁人来怜悯？叔叔子弟多起来，与你只想天有命。他们是世子正中来往这里往生生，富帅之在要你是很难生存。报
行是非，你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良心吗？什么？孙操他？母亲，孙操身为都尉，推官归晋，才子难逃。兄长，你为了保持富贵，千方百计打造国舅两晋通商关系，趁两晋受人将之，要送上13转的金银财宝，那些孙子今晚就要弃头。怕我知晓私下军业，时而将计就计，但让云间去家贼离开。孙操以为我是跟来辅助，我却带上精兵强将，包围好川，不争取才。王允，你奉献给两晋的书信，言之恶语，那含义什么？居然恳求两晋将他视作逆子。母亲，孙操啊，孙操，你这丧失天良的团官，没有自勉的忠心。我儿，兄弟，我都是我张王法欺压百姓，可都是你之所为。母亲，有人让我好好的看一看，是什么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了？我怎么都看不见了？我怎么都看不见？我怎么下了年了？我何苦要经历这样一个儿子？我下
从军立功去发奋，深度为业出那太师马正修街务肯言天上不于民那太朝中无臣因诽谤遭杀恨痛吞身心那自己陪他去连场与人听彩言见万官去将走到民去天年生对对
太师。不能见阳光的吗？不，我是实在愿心亲人来恶，兄长来后，亲征怜悯，二三怕出此派遣，总管前往江镇疏通，想与国舅两地攀上关系，不幸太假，手上才报塞子，把其杀头，杀了自己的家。兄长，我错了，我后悔啊！我想功名成就，我想富贵安泰，恰从小没了爹娘无人教诲，也早不胜言人议论。请兄长看在谁之进门，让我这招。哦，令我兄弟自管不做，归隐家乡侍奉老人，也家人无忧无惧，让我不让这30年丢失的天然之乐。兄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是草堂窥在可高会其恼怒于里你难以自裁30年兄弟同根不同理，因才有这重逢离别心我这里长寿慈母亲教诲，离人皮今生丝毫不团财，他那里色不孤雁落尘埃，父母爱谁人谈，谁人教育，谁人谁配，也早从回楼高官，手挂钱财，家崩求生，苦苦死财，一错再错，余恨万倍，悲不悲，情在同情，应不可问，就像饮水清切，清心不爱，心不爱，为官为民受得正，受得正，求取风雨是宽慰，民心不可轻，戚戚必不在，这个情在痛，你法不能为，母亲啊，你叫儿一声探讨，亲心儿怎能情丝松。
从天上一台。一台从来我说金色从烈法不能为，这道理天经地义，为娘明白。你身为朝廷命官，这从的为了百姓，你无需顾前为娘。我这个瞎了眼的老太婆，也绝不会保庇一个犯了大财的儿子。孙操，母亲，为娘对不起你呀，娘不该把你丢了。你变成这个样子，娘的心痛啊！母亲。好听你兄长的话，也切谨记听命朝廷发动。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家人与我们遭遇，你放心，为娘一定会好好管教你的孩子，让他们像你兄长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骄傲的孩子。母亲，来，帮为娘给你们兄弟二人好好的说一次对。把这家小妹妹哪里去了？落雨天黑了，鸟却归了巢哎。小妹妹，你不要把快回来晚着了。俺娘叫都叫
叫对叫为家去完了，为家去完了。散饮了，来了，又要去了。长江断江换一句，水苍苍。凉雨别归尽，种种情雨又诉还绪，且惜一阵空空一囊清风一曲。同一句，婆婆最好。唉，人老了，眼下路也不好走。母亲，无奈母亲，前面就要过桥了。哦，小心。规矩虽是桥东，我们家乡也有桥。丑儿，你的手下带着勇儿的家眷，现为满兵家中，想必已经到了。母亲，想必到了。大人呐！大人呐！你这就要离开国际了啊！哦，乡亲们都来送你了。老人家不劳你们相送，刘聪最受不了离别之情呐。大人，你千万留步，我们国际的百姓都杀不得你这位好官啊！老人家心意领了，这是农忙期间，千万不要打扰乡亲们呐。夫妇，你慢点走，你管钱还你的。你们哪里欠我钱呐？哎呀，大人呐，你怎么忘了啊？当初在山脚下，你慷慨相帮，至今怎能忘为？老汉知道大人亲政廉洁，不受馈赠，但这一关钱是要还的，请大人收下吧。请大人收下吧。不，刘聪是不能收的呀。夫妇，你收下吧，你就收下了吧。大人，收下吧。
纪念。大人呐，乡亲们临时得知他人要调理归计，没想到你走的是此匆忙，我们见你做好的万民伞都来不及拿过来呀！老人家，刘聪在归计生这3年，何道能随乡亲们是此厚爱呀？大人呐，你真是个一心为民、一尘不转的好官呐！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是啊，也不知大人你这一走，还会不会再来归集看看我们大家？让我们再送送你吧。是啊，让我们再送送你吧。大家不要再送了。刘聪走了。金山月水，长江断桥，虽不是家乡，一半扬长桥，断桥撒半塘。这一晚。